啊妈祖保护。妈祖呢？电线公传。是这个年代关系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方向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这本写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成年礼，作为的证件，国家各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做花杯，拢在这里。这个宝藏呢，这较方便。这个礼仪就重要了，现在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怎拜，安那嘿。这还有著名公神书啦，还有拜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。伫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受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，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呢？讨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就是安尼两身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身妈祖。去要请去迄阵，迄2尊啊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去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，中一尊啊。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安平家。还在天后。所以你们仔细的看。到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宝的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里真的啦，印里这安平心里啦，这啦，是啊。拢。这大妈有这文的呢，三妈母的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你母娘嘛。妈祖是一尊。迄。那讲要2嘛3嘛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，所以这是本来3嘛，即卖变大嘛来。安尼中迄2尊听去。所以离台湾人各种拢讲3嘛。老离台湾是3嘛哈，中迄种3嘛3嘛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母娘。爱讲林母娘。嘛是林母娘的。无再讲话，乌面3嘛。乌面含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是啊。因为神明装起来。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是啊。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所以熏了乌的。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唔得前2、3、4年，未收嘛要来，有来遮讲。有来的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。那啥物也要香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现出来，伊也现出来，倒一3嘛，较乌面妈祖就是这家嘛。是啊，妈祖是这。这里较久嘛。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啦3嘛。3嘛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拢嘛是讲林母娘。林母娘，对啦。不是3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像妈祖。像妈祖。有呢，较咧帮忙做嘛。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3嘛，他名他无共人。毋捌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讲过也分文咧母的。吴心咧讲这是乌面3嘛。
俺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保护郑成功的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的啦。三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迄是去地梅州也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啦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啦。啊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就食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些典故，讲盘100杯用半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，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那么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，2码大100杯，伊拢请落，啊，剩3码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伫中心园啊。天喺宾馆哦。嘿，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。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，啊，你免这里个人遐虔诚。啊，转到3码就对啊。是啊。啊，因佫加佫再佫装2尊啦。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这尊来换去。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啊，这个变用迄尊3码先起做大嘛。是啊。加2尊2码3码。就是安尼啦。敢是安尼较清楚啦。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体台湾拢是。闽南来的祖先，啊，大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啊，妈祖啊，假是有根据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啊，其他遐有那先祖请来啊。地准或者准阿妈，再分布到各地方去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个，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感谢啊。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2尊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长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阵，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拢派来遮，咧住治安嘛，你当讲收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。是啊。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啊。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。2尊。迄边拢是较土著较小项这边就是较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。是。兵马俑差不多。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2尊是在伫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。守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啦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
是啊，有这个结合的。哦，感谢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妃宫。天妃宫是第二妃啊。天妃的妃嘛，天后天妃。哦，对，本来妈祖叫天妃嘛。后来皇这妈天妃。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，才甲尊称为天后。哦，对了，帮忙修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好，感谢主编啊。时间他来了。啊，感谢主编，谢谢啊，哈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啊，我有炸账，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对，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参馆我就是。延平古堡嘞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。兵营。啊，五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啊，剩几个馆？嘛是。啊，个馆啊，拢伫啊。哦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。是。兵营就对了。是啊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嘿。啊，无太拢，我要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都过去啊。海单镇，天兵派来，拢住伫遐。好兵营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谢教授啊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编。好，感谢主编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保护。电线工出来。哦。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艺术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那个对安平应该是。谢教授指导，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。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，是吧？这本写本的哈。啊，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我们办16岁嘛。哦，办16岁成人礼。第一章是成人礼。哦，成人礼。啊，作为的证件。啊，他家各60家去。哦，太岁。啊，过平安桥。好，过平安桥。啊，这个。加福赛新年，啊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哦，这个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的年轻来唔知安怎拜。哎呦，安那嘿。啊，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要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哦，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。好，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伫头前去。哦，迄阵呢，安尼咱有看过啊。安尼有拜过啊。啊，来面是。哦，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，来托2尊去。过来托2尊。托2尊去，啊老三嘛，啊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哦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拢新的妈祖是第尊。拢3尊拢2尊。拢新妈祖。啊，去要请去迄阵，迄2尊啦。哦。到现在唔知去做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做嘢。哦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哦。用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啦，安平家。太大天咯。所以你们仔细嚟看。到处各县市总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别位无相像，您可以甲瞧看。哦，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尼真的啦，印尼这安平行李啦，这啦，是啊。拢。啊，这大马有在文的呢，啊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你木梁嘛。哦，妈祖是一尊。啊，迄。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所以这是本来3马，即摆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中迄2尊请去。所以留伫台湾人讲拢讲3马。哦，留伫台湾是3马哈，中迄种3马哈。啊，3马要讲说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娘。爱讲林木娘。
嘛是林木良的。啊，无再讲话，迄乌面衫啊。乌面和红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啊。因为新棉装起来，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做了这场烟熏掉了。哦，所以分了乌的。嘿，熏掉了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。无，毋过前年前2、3、4年，未收嘛要来，有来遮讲，有来着啊，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，然后啥物，也要香，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做者衫嘛。较乌面妈祖就是去遮嘛。哦，是啊，妈祖是啊，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啊，哈。哦。衫嘛。衫嘛，哈。啊，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，对啦。毋是三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较起来像妈祖。哦，像妈祖。有呢，但较咧帮忙大嘛。对哦，啊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太名太无共人。毋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哦，讲过也分文咧舞诶。服务新咧讲啊，这是乌面衫嘛，啊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，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对啦。三尊，啊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地梅州遐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哦，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来。哦。啊，这有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。咱内地就遮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用半落拨，较要请上。啊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2嘛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啊剩3嘛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营啊，天还宾馆哦。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营嘛。哦，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们这里的人遐虔诚。哦。啊，就按留衫嘛就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因较佫加佫再佫装2尊啦。哦，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哦。这尊来换起来。哦，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啊，这个变用迄阵衫嘛，先起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甲2尊嘛衫嘛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感谢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。